头啊，是今朝7点啥个呀？随便。哦，葛么是吃火锅伐？不来是吃火锅，面孔朗爽淡淡的。哦，么吃四川菜。上趟刚吃次四川菜，今朝也吃。哦，葛么吃海鲜伐？海鲜不海，要豆皮擦的。哦，葛么南港吃啥个？随便。要么是师傅吃么子的，是做点别个事体。侪可以。要么是先看电影吧，结棍从外面看电影的。电影有啥好看的啦？耽误辰光。打扮邻居，运动运动。大热天运啥动了？难不一边吃了呀？葛么就是吃几杯咖啡吧。哎呀，吃咖啡看不得看。葛么那单子想哪了？侪可以。要么是先转机吧。可难。是坐公交车，我来送来好了。哎呀，公交车一坐车一直讲，为啥？大点呢？一让进楼发个算。葛么再老汉的，正好散散步。分吃么子散啥步啊？葛么那单子想哪了？可难。葛么先吃饭吧。随便。吃啥个呢？侪可以。想看更多苏州话搞笑视频，点击题目下方的蓝字“精彩苏州”，点击添加关注，就可以每天看到搞笑好玩的苏州话视频喽。我来的等呢，还是来呢。